咩話？竟然有騙徒喺通訊軟件向市民展示虛假警察委任照片，企圖冒充我哋嘅反詐騙協調中心而博取信任。就算將假委任證係幾真都好啦，大家要記住啦，我哋警務人員喺必要時係會當面出示有效嘅委任證，但絕對唔會向市民用短信、即時通訊軟件、電郵等方式發送委任證嘅相，更加係唔會指使市民去轉賬金錢或者索取網上理財密碼。有時候，警方反詐騙協調中心 ADCC 可能會透過電話或者 WhatsApp 主動聯絡市民，目的純粹係發放防騙預警。如果有需要會面 ，ADCC 嘅同事亦都只會預約受害人到警署見面。總之記住啦，即使發送信息嘅陌生人能夠講出你嘅個人資料都好啦，都並唔代表佢係真正嘅執法人員㗎，因為騙徒可以通過非法嘅手段獲取你嘅個人資料。如果有懷疑，記得致電防騙熱線1822問下啦。